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道时代？头先就来报人才。中路风台小坑当日挖建，这气象署表示，讲风台暴风圈已经挖到陆地，因而开始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屏东山区的落大雨。屏东的明阳火灾造成4名消防警员死亡，今下晡医疗。另外，林佑昌强调，消防警员是公务警员，会搁再研究这结社权的权利。因那将其延期长麦卡是去互因共党亦又派的将机关提出罢免，特别是投票通过来罢免，才做美国头一个互罢免的将机延期长。中度风台小坑当日接近，这气象署表示讲，这风台暴风圈已经挖到陆地了。气象署也讲，会继续来发布这陆上的强风特报。因暗开始呢，这花莲台东恒春半岛，也个屏东的山区会落大雨，而且未来风台的方向会行向较往西边的方向。那明仔载呢，这暴风中心才有可能会通过到台东的南边去到巴士海峡。路边的树啊，吹甲东倒西拐，公园游乐区的彩带也夜飞。小坑风台也未来，外围环流已经予台南靠大风。另外，中部也出现微细风势。透早伫台中市北区太原路有路树，予大风吹甲倒去，讲到一台车也影响着后面梯，好在再无人受伤。就是心里就是震一下，心疼哈。当然会啦，不管是老车旧车都会啦，总是自己的东西。风台继续向台湾接近，伊暴风圈已经吸到台湾东半部的陆地。目前高雄、屏东东部、南投、嘉义这县市已经进入暴风圈范围内底。气象署有估测过，风台中心会穿过台湾南边陆地，到巴士海峡机会上悬。台风中心的位置呢，是位在鹅銮鼻的东方，大约1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将以比较稳定的速度朝西移动，接近到台湾的南段陆地这一带。目前的海面的风浪上面其实都相当的偏大。气象署表示，即马台东恒春半岛上大阵风已经12到13级，南苏力岛风力阁较强，上大阵风接近10到17级。过去风台强度小可增强，暗过暴风圈并无扩大，因为风台接近过程当中受地形影响，无排除路线可能有机会向南修正。气象专家是讲，小坑的风场正大，各地风势已经起来，暗过雨势一旦风台核心区域进入陆地，才会渐渐灭迹。今天晚上开始，10几风的暴风半径靠近了之后，整个花莲啊、台东，然后到屏东、恒春半岛这边的降雨就会先开始。明天大概清晨到上午通过恒春半岛进来到台湾海峡这边之后，南部地区就要开始注意，有可能造成就是雨势加强的这个情况。国政府表示，为测试开始连续3天是风台影响上明显的时阵，免轻视东部、西南部山区的雨势。上近拜五透早，暴风圈才脱离台湾本岛陆地。记者综合报道。风台伫咧挖近，这花莲含台东愈换风雨是愈大。这代替的南回线含东部干线，这中昼过后呢，车帮就开始停。一寡山区的民众也先做预防性撤离，因为这个风台将有可能对台东含恒春的甲界来登陆。附近的民众是真烦恼，赶紧加强这窗门一个厝挂，避免受到伤害。大影一波搁一波愈来愈悬，台东海滨公园的烟花线风影，绿岛和南树嘛明显感受到风雨啊。边是间歇性的阵风，那雨也是一样。小坑风台愈来愈晚，台东地区第一个受影响。元老讲的风头好大，代替对测试中到了后，就小连续停驶南回线和东部干线，真侪人行程受影响，嘛有人较紧去柜台问要退票。那什么时候会恢复行驶还不知道。目前不确定的。会时尚啊。时尚哦。啊，对。阿姨还有火车吗？现在没有火车诶。那你怎么回去？可能坐公车吧。台东基本的街仔路拢无人，风台就要来啊！大多数的店家拢无开门做生意，真侪温泉旅馆是出现真侪人要退订房。我们就剩下1层而已。剩下1层哦。对，是差蛮多的。进前小连续2个风台扰台造成灾情，当地民众唔敢大意，因为小坑风台预估可能对台东和恒春交界所在登陆。我恒春的南田村居民较紧做风台准备，用更数甲触电绑好条，嘛较紧来踏沙包。南田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只要是从东南部上来的台风，第一个首当其冲就是我们达人，要不然就是大武。当地做是土石流大规模入到来警戒区的金峰乡新恒村，嘛惊风雨伤大，一寡居民较紧款行李，暂时离开去避风台。
天顶看过去是雾雾雾，花莲立雾溪大桥河床的沙石受到真强的风台外围风力影响，风沙是交甲规世界，包括新城川和后细川等等。虽然公所是一直派压水车出来，但风沙伤高，只要无落雨，状况袂较好。河床的沙都把它卷起来，你看带到整个新城。风遮尔头，毋若是吹一堆风沙，玉里地区路边的墙仔嘛倒去，有一段时间是影响到交通。小型风台嘛有可能造成惊人的雨势，宜国山区会到800毫米以上，遮侪所在开始撤离。等一下晚上会下大雨，所以我们迁到那个玉里国中那边。乡公所的人员和警察嘛一号一号去提醒民众，先退去安全的所在，而且甲物资准备好，包括花莲的倒溪乡和富里乡等等，暗算要退2、3千人。因为小犬风台路径是一直变化，就惊暗时是强风大雨，一定要提前好好防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风台小犬特别登陆屏东三地门乡公所，针对着大社村、达来村、德文村已经甲这使用所准备好势，下晡进行预防性撤离。不过这村民是意愿无悬。来讲到新园乡呢，是针对着这新园爆发较大的所在有装抽水机。另外讲到这东港和小琉球之间的交通船是连停3天，车次会看情形才来决定讲敢要开船无。台风的撤离。在警方的陪同之下，乡长去部落一户一户拜访，要做预防性撤离。小溪风台愈来愈晚，山地门乡公所针对山区的大社村、达来村、德文村已经准备好收容所，不过部落的村民听到爱撤离，意愿无大。在家里好好那个啦。会有危险呢？还好。还好啦。下 TV 不方便。在屏东嘉东江园村的独居老人，因为中风行动不便，在军警的协助之下，顺利去安养中心安置。国军第4作战区表示，针对屏东县嘉乐堂、仁秀、嘉东、南边、东港、内义区、邦寮乡等等的所在，会协助勘灾，预防性撤离甲藏沙包。一个不爱出来，伊就是没有那个安全感。杨无电管下船帮全面停驶，屏东东港往回小琉球的交通船，为拜日开始连续3天停驶，车次爱看天气的状况，才决定敢是会开船。也有韩国游客想要去小琉球刷到空抓。今天、明天都不可能，都不可能有船。后壁有渔港来遮停休的船也是叉，拢是要来避风台的。有马来西亚的游客，一个伙仔头一届来台湾，就拄着风台，是感觉真特别。我明天想去台东，但是他说不建议去了，所以我们就会回去台南那边。屏东真出名的景点鹅銮鼻公园嘛渐停开放，有香港的游客赶在河内进前去龙班公园看海影。过来之前不知道是打风的嘛，知道不知道会吹过来，所以现在过来刚刚好吹进了。这是下晡包括恒春在内，屏东6个乡镇停班停课，加在风雨无大，家长赶紧来接囡仔下课。新城乡因过捌做大水，这届为着预防小犬风台带来风台雨，针对新园埔岸边地势较低所在，有安抽水机，太平抽水，希望会当减少饮水的灾情。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继续派出这无人机扰乱台海，国防部伫测试头一摆记录到一台攻击自型无人机出现伫东沙岛附近。这台攻击自型的无人机就是奉叫做是中国版本的死神这款翼龙2无人机。是伊上界大的特色就是会当装12粒的飞弹。有学者分析讲，这翼龙2无人机未来将有可能长时间伫台海附近出现。中国军机持续扰乱台湾，国防部测试公布侦查到29架中国军机，其中有16架行过海峡中线，还有5架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的活动。其中1架攻击2型无人机是头一届防公布出现伫台湾防空识别区内底。翼龙系列无人机不断成长，家族日益庞大，在战场上共发射数千枚实弹，命中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这架攻击2型无人机是由成都飞龙机工业集团研发的翼龙2无人机军用版。伊当阵中国讲因研制出中国版的美国死神 MQ9，这架会当做侦察甲打击、长时间高空监视无人机。除了连续飞行的时间会当到32点钟，上大的特色是会当挂12粒飞弹。学者分析，虽然这架翼龙2敢若出现伫东沙岛东北边的空隙，不过未来无排除长时间会伫台海附近拍酷射的侦察。
那像这一次我们就会看到，如果说这个 BZK 它是在在这个台湾海峡的相对的上方的话，那它今天的一个1龙2型是在东沙岛这一块的话，那有可能这一次他们演练是希望做到海空联合封锁台湾海峡，这一点是我们未来可能还可以去观察的方向。中国最近真接利用无人机增加咱国空军偌载负担。因若有想要出来参选总统的美国前副总统朴斯，伫乔治城大学的论坛表示，中国构成真大的威胁，美国应该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We will stand with a free and democratic Taiwan and sell Taipei the weapons it needs to defend themselves. 朴斯顶个月伫智库演说的时阵，佮讲中国可能会变做恶一个帝国，应该全力扩大对台湾军售，来阻挡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有外国媒体报道讲，台湾有4间厂商可能是伫咧中国华为的相关企业替因伫咧中国起这争议厂。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这寡厂商去遐拢是做一寡废水含环保处理的代志，和一般的关键技术无共款。国安局长也讲，这4间公司无牵涉到台湾科技管制项目。We're confident in the export controls that we have in place, that they will be helpful in terms of protecting the supply chain for semiconductor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白宫对晶片出口管制新新版本根据彭博报道，台湾4间厂商做点名，技术为华为建立争议厂，市场烦恼未来恐惊和美国列入黑名单，对业务拓展不利。这4间大厂是汉唐、台积电重要协力厂，协助台积电起美厂，业者回应无违反出口管制规定。阿翔长期甲联电合作承接厂务工程，暂时无回应这事件。中国是设备材料通路商丁清州协助环保工程，是可风城主打厂部共用系统整合。这些的厂商我们初步的了解哈，那目前他们都是在做建厂工程比较低阶的这种废水啦或者环保的工程等等，跟我们界定的这个关键技术是不太一样。主要从事的是涉及到科技厂商的厂房的兴建，没错，特别是涉及到无尘室、环保以及机电工程，所以没有涉及到科技管制出口的项目。这4间大厂虽然去中国投资，不过拢有经济部审查通过，也甲美国晶片禁令无直接关系。不过外媒煞大动作点名，这也让这4间厂商测试股价全部落车，尤其适可风行落相当，博11.59块。专家认为，未来台湾中小企业会面临美中市场之选择，大企业若要美中市场拢食，爱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如果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让他不得不选边站，进而影响到他的营收，当然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出口，也包含了我们的整体的 GDP。所以这个我相信都不是大家乐见的结果。专家预测，美中科技战会继续滚价，过去针对半导体产业，一步可能锁定云端服务加人工智慧，到时阵台湾的 GDP 恐惊会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咧中秋连假的上尾天，这高铁台中站出现旅客排队要坐自由座，煞爱排1-2点钟的情形，避免伫咧双十连假同款的问题再出现。高铁今日公布3个人上届坐时段，建议民众会当闪开。交通部长王国材也要求高铁伫咧双十连假的自由座的数量就要分配，唔通顶一站就坐甲客满，害台中的旅客跋倒去哩。10月初1中秋连假休假迄天，伫台中高铁的车站，要排自由座的人是一路对2楼车站的大厅，一直排到1楼的站外。所以阁是4天的双十连假，为着避免这种状况，高铁会加开190班车，嘛规划管制措施。针对自由座的旅客，我们会根据他的目的地进行分流，让他选择搭乘直达车或非直达车，管控自由座旅客进站的状况。高铁嘛公布讲，双十连假期间3个上客的时段，往南是初6下晡5点到暗时8点，初7早起的8点到11点，往北是初10下晡1点到暗时8点。会有计划要坐自由座的民众，尽量莫这个时段来坐。另外讲，各队合作热销的车次，往南主要伫咧初6中昼开始到初7暗时，含初10的中昼到暗时；往北是伫咧初6下班了后，初9下晡到暗时，含初10规工。建议加坐加开换车。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对号座，因为确保有位置。廉价都是这样啦，对啊，难免的啦。我在想，返乡的人都有心理准备啦。双十不一定会返乡啊，所以双十可能，我觉得长距离的可能就没有那么需求那么大。交通部长王国材嘛承认讲，中秋连假的时阵，高铁自由座的分配确实是出现问题。在检讨了后，这摆会做一寡调整，但是嘛预估像是连假自由座的运量，一天会到30万。自由座的人数在各站的分配会做一些这个管理。那第二个是他们会加开全车自由座的这种车辆。为了帮助疏运，台铁局嘛宣布讲，10月初9、初10会加开自强号4列次，区间快车和复兴号12列次，以专车自由座的方式来服务旅客，希望让民众都会当顺利休假。记者综合报道。食药署公布上新客家猪肉产地标示结果，桃园有2间业者进口这美国的猪肉，说加做是加拿大或者是英国的。这桃园市卫生局查到要到15万斤。针对这标示无老实的部分，上当会当罚到400万，而且依请地检署侦办。天气豆豆凉，不少人爱食火锅。暗过小数甲地方卫生局稽查发现，新兴冷冻食品甲水田国际公司这2间业者火锅肉片有用美国猪肉，暗过产地标示所无出现美国，涉嫌标示无实在。这2家公司出货包装的食品均涉及原产地标示不实，那卫生局已责令业者改正违规食品原产地标示，才可以贩售。桃园市卫生局表示，水田公司进口美国冷冻猪梅花肉47000公斤做猪肉片定做肉，加猪肉梅花卷，外包装原产地分别是加拿大甲英国。新兴冷冻食品买美国冷冻猪前腿肉94000公斤做猪火锅肉片定做肉，或者是加拿大猪前腿肉参做伙做猪火锅肉片定做肉，产地拢只标示加拿大，违反是案犯，会罚4万到400万。我们都有下架回收啊，然后因为我们也都有跟卫生局报备的啊。卫生局呼吁食品业者，产品外包装应该实在标示猪肉原料原产地，若查到假冒产地标示，会移送地检署侦办。同时针对库存的肉片检验，是不是有300斤莱克多巴胺，这2天都会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因为和这美国临时预算案通过，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因共和党及右派众议员提出罢免，若要投票罢免是通过。一个经过15摆表决才勉强上任的麦卡锡，说正做美国头一个奉罢免的众议院议长。I ended up being the 55th Speaker of the House, one of the greatest honors. I loved every minute. 8个共和党议员甲请靠向内，加上208个民主党的议员投赞成票。佛罗里达州极右派众议员盖茨罢免议长麦卡锡的提议，以216票赞成、210票反对过关。麦卡锡在记者会宣布袂阁竞选议长，共和党党团嘛也袂就虾米人来接任有明确的态度。根据众议院的规则，临时议长由麦卡锡的盟友，也就是共和党众议员麦克亨利来担任，一直到新的议长出来为止。It's the benefit of this country that we have a better Speaker of the House than Kevin McCarthy. Kevin McCarthy couldn't keep his word. 麦卡锡的议长之路一直受到党内极右势力的阻挡。年初议长的表决经过4天15轮的投票才确定。因为迄当阵政治紧张的局势会当化解，是靠麦卡锡同意恢复英国只要一个众议员就会当提出罢免议长的规定。即马看来，煞真做伊乌空互家己跳的举动。Fear is the institution fell today. Because you can't do the job if 8 people, you have 94% or 96% of your entire conference, but 8 people can partner with the whole other side. How do you govern? 麦卡锡去用罢免上尾一个原因，是第一联邦政府运作大爱动点最后的关键时刻。伊选择甲民主党合作，通过临时开支法案，去互盖茨指控讲，伊甲白宫私底下达成协议，要继续来援助乌克兰。众议院2党的比例，共和党是221席，民主党是212席。因为伫罢免案，民主党煞是选择甲共和党的叛军合作。华盛顿州极左派的女众议员贾亚派尔，伫投票进前对媒体表示，都互因伫无能的低调内底乌白量，也有人准备要看共和党内战的好戏。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印度警方伫当地时间的初三，强行去敲一间网络新闻公司的办公室，而且佫甲这员工甚至伊的徛家呢，拢去敲，也甲人带转去警察局问话。这间网络新闻公司要互外国媒体讲是支持，而且配合中国大外宣的计划之一的工具。这印度警方伫8月也针对这间公司依法立案调查，不过外界也质疑讲，这款的调查行为是伫咧打压新闻，也佫有言论自由。警车载新闻记者相关人士陆续到拘留所，代表记者的律师徛伫门口口，互挡掉的无法度入去。कोई हमें वजह अभी तक नहीं बताई गई, न ही हमें ये बताया गया कि किन धाराओं में, किन एफआईआर में, किन किन ऑफेंस में इनको यहाँ पे लाया गया है। इस तरह की कोई जानकारी न तो उनके परिवार वालों को है और न ही हमको दी गई। 印度警方伫当地初三强强动员搜索网络新闻 NewsClick 的办公室，甲内部真侪做新闻人的徛家，甲相关电脑资料带走，佮没收手机啊。其中有几个人佮互带转去问话。综合外国媒体报道，《纽约时报》捌伫8月调查报道表示，这个新闻网站是美国一个好野人申汉支持协助中国对外宣传报告计划的工具。申汉佮经援南非的政党甲巴西新闻媒体替中国来宣传。而印度当局早伫2001年就对这间公司提起诉讼，指控新闻网站接受外国资金，过去3档捌为包括中国等等可疑的管道甲名，摕到3亿8千万的卢比，差不多代表1亿4200万的资金。而且伫今年8月，针对这间公司照反恐怖主义的非法活动防治法立案调查。根据了解 ，NewsClick 是2009年成立的独立新闻媒体，而且真假批评印度总理莫迪，所以这个搜索没受到外界批评，讲是对新闻甲言论自由的恐吓甲镇压。They just took his laptop and his cell phone and went away. Why? What is the charges? What are they investigating? Nobody knows. If this is an attempt to try and muzzle the media.And the press, etc. That the media has faced this early. 维权人士甲反对派议员表示，为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台了后，印度的新闻自由度就一直咧收缩，媒体自由度为全球排名第140名降到第161名。当然，无国界记者组织嘛提出警告，表示印度的新闻自由暂时已经出现危机。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伫咧意大利威尼斯附近，初三暗时发生一桩正严重的交通意外，有一台客满的巴士对高架桥镜头落落来，遂发生火烧车。目前咱所知影的已经有21个人死亡，8到20人受伤，这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意大利马斯特雷的巴士落对桥卡的事故现场，一片路苍苍，消防员除了赶紧扑灭火势，也将受困伫的外桥车底内底乘客赶紧救出来。Si sono trovati tutti insomma, le persone dentro l'autobus anche con le fiamme, avvolte dalle fiamme. Quindi la scena che si è proposta ai pompieri è davvero, davvero difficile, davvero brutta. 这地面巴士落落桥卡意外发生在意大利初三暗时7点45分。这台租用的电动巴士准备为威尼斯将游客载等附近的马格拉地区营地。不过经过高架桥的时阵，巴士向冲破防护栏，过车为30公尺悬的高架桥落落涂骹，故意竖伫空中，搞到附近铁路的电线，马上引起大火。当地派出20多台消防车赶去现场扑灭火势，包含意大利内政部长甲威尼斯市长拢赶去现场了解情形。Alcuni sono bene, poi ci sono alcuni che molto gravi. A Paolo tutti gli stonati. Bambini? 4 bambini morti. Però adesso è tutto una conta fatta alle 10:05. 意大利伫2013甲2018年拢发生过严重的巴士意外，分别造成38人甲40人死亡。初三的事故，目前已经知影罹难乘客当中，包含5个乌克兰人、一个德国人，也有法国甲克罗埃西亚人，其中也有囡仔。40岁有7年经验的意大利籍巴士驾驶也不幸身亡。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对这严重意外表达哀悼。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发文致哀。另外，意外真相原因也佫要进一步调查清楚。公司新闻警员请朋友。
伫咧印尼苏门答腊南部地区发生火烧山，已经烧1个月了。这乌烟也互附近的学校是停课几多天，出门的人也着爱来挂嘴安，甚至影响到隔壁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不过，印尼政府是坚持讲，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空气污染和印尼是完全无关系。这是印尼的南苏门答腊省民众伫暗暝想要用家己的泉水装置来控制个拍花满山的火，暗过小小的泉水机，面对这么大的火，根本是无法度。就算等到消防队到现场，用水龙小拍控制火势，暗过依然真力。Pertama angin yang cukup kencang jadi cepat merambat dan juga ketersediaan air. Ini teman-teman Satgas ketika bahan air sudah habis ini dalam hal pengambilan air itu cukup jauh. 因为火花比以前延长，印尼各地发生野火风险增加真济。前年来困扰周边各国的危害，到即马无解决现象。当地时间7日，卫生单位测量的 PM2.5 指数高达154，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标准11倍外。Hari ini sudah makin parah kayaknya nih Pak. Soalnya udah di pernapasan udah terasa sekali udah sakit ini tenggorokan, dada juga udah mulai terasa sesak. 卫生单位除了伫交通较无影路口发催暗，要求骑机车人以外部分学校也被迫停课3天，要求学生留伫厝内用视讯方式上课。家长也尽量莫出外。这也会引起的危害不止互印尼国内伤脑筋，也佫历史甲邻国的经济。马来西亚指控印尼互野火拖开，互因的空气品质对立恶化。按过印尼政府否认这指控，公司新闻持家人评语。屏东明阳国际工厂发生火灾，造成4名消防人员过往，今下晡移灵。这车队等到消防员在生进前服务的编制分队代表任务结束。在这个移灵的过程当中，沿路也有真侪民众自发性向一寡过往的消防员来致意。也来讲到这场火灾伤势较严重的16人已经离开家户病房了。也来讲到这明阳工厂内面囤上过侪化学物品，目前敢若会当用工业辅导法来甲因处罚，防执期讲这是罚了伤过轻。经济部也拍算讲要修法，甲这罚金救复权。警车开道，消防水箱车驶伫头前。带领车队是屏东县消防局第1大队编制分队，民众嘛自发性行礼致意。4个伫明阳大火不幸殉职的消防员，移灵的过程等去甲分队是最后一轮，上场任务结束。车道会伫屏东体育馆举行公祭甲追思会。编制分队其他的消防队员由馆长周春美带领向车队致意，欠卡手的部分已经补交，心理辅导嘛有长时间。现在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那心情上面或者是勤业务上面，那我想守护市民或县民的安全的话，还是我们的天职所在。那我会尽力的协助所有的同仁恢复到工作的正轨。那平2分队是我们这4位消防队员他们原来的工作的场域，他们也是背负着平2分队的荣誉。这个嘛造成113个人轻重伤，卫福部处长王必胜伫人面册讲，受伤较严重的16个人已经出家护病房，感谢高雄甲屏东各间病院的拍拼。若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症状的人，嘛已经介入辅导。迄天暗时防指派做现场医疗指挥官的医生伊嘛讲，这是屏东20多年来上较严重的公安事件。高屏地区紧急医疗网这个嘛斗3天袂少。借由紧急医疗网的一个调度安排，那高雄的医学中心、长庚、荣总、高医、医大等等的，对屏东的需要也都是二话不说。这场火灾嘛凸显出明阳的问题。劳动部去明阳6间工厂做路检，认定违反职安卫生法，甲罚68万的罚款。工厂内底危险物品超量的代志，经济部表示会当以工业辅导法连续甲裁罚，不过罚款的金额敢若1万至5万。叫外界自己罚伤轻，互中央按算修法。功夫法也是有法则，也确实可以把政府有的资源跟民间来互相勾稽，所以我们现在政府之间正在做跨部的讨论。经济部长王美花讲，政府研究修法，提高功夫法的法则，也有加强后续的管理。若有厂商认定化学物品可能比率是商业机密，卖当纳入讨论的细节。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的明阳工厂发生火灾，造成6个员工，还有4个消防员死亡。今嘛，这选举特别高压劳工团体透过这件事件，提出7大劳动诉求，呼吁各党的总统参选人就要回应。另外，针对着消防团体提告要去困开刀，争取做工会，内政部长林佑昌是搁再强调，消防员是公务人员，已经有国家的法律制度保障，也讲会来研究这绑定消防员的结社权相关规定。政客真到位，工人都会来。外口当咧落雨，劳工团体伫2024总统大选愈来愈近的时阵，做伙行去开刀，提出解决加薪、保障退休生活、甲降低工会条件等等7大劳动诉求，呼吁4个总统参选人具体回应，提出对策。明年基本工资月薪资虽然会调到27470元，但距离蔡英文总统梦想年轻人的起薪3万元，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我们要求最近现在要来参选总统的这些人，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做一个承诺，也就是将来我们的提拨最少要提拨到12%。在一搭屏东明阳工厂的大火，造成6个劳工甲4个消防员死亡。劳团认为这个事件，搁一个显示台湾劳工的弱势。消防员团体找到下规暝点伫开刀，表达做工会等等3大诉求。不过，内政部长林佑昌强调讲，消防人员是公务人员，已经有国家完整法律制度的保障。嘛讲目前已经建议绑定消防员结社权的规定。消防员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跟一般的劳工是完全不同。我们非常重视消防员的结社权，也希望能够放宽这个结社的相关的一个规定，降低门槛。这部分也进行跨院的一个讨论。目前也有初步的一个共识。基层组织的期待是有完整劳动3权的工会。与其说扩大结社权，我们更在意的是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协商权。行政院的层级做一个跨部会的会议，这样的话彼此之间的交流也会比较有效率。消防署测试下晡，嘛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等等的团体做意见的交流。因那消权会认为讲，目前主要的诉求拢还未解决，嘛讲应该要由行政院的层级来进行沟通，若无得到正面的回应，会持续来抗争。记者综合报道。洪台天要来，不过伫咧宜兰的苏花界上北路段苏澳磅空北边有2台游览车出车祸，真可能是这后壁无注意到头前迄台大洞就安尼先弄起哩，造成19个人受伤。另外伫咧花莲的吉安乡有一间饭店的巴士，真可能是这落雨天上过骨，家己去弄到这路顶，驾驶是重伤送病院，加在这车顶头是无旅客。监视器画面翕到头前游览车出磅空咧减速，毋过后边车好亲像袂负大洞用要无减速直接弄落去。代志常常发生，车顶的乘客也拢惊一条。怕有人会脑震荡，我这个是紧急刹车架，砰一下，超快就突然间怎么就往前冲了，感觉游览车玻璃拢碎去，车顶物件落到柜头骹。代志发生伫测试下晡3点左右，宜兰苏花界上北苏澳磅空接近北出口路段发生游览车对撞事故，2台车拢是为桃园来无共款的团体到花莲旅游，所伫会场中发生对撞意外。因为有人受伤，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现场的这个调查的动作，可能我们预估应该要到5点以后。19人轻伤了送到那个苏澳荣民医院、跟博爱医院还有圣母医院宜兰县消防局表示，19个受伤的人分别送去苏澳甲罗东的病院，院方也出动大量伤患机制。事故原因，警方还佫调查。另外，伫花莲吉安一间观光饭店的小巴士，测试下晡3点左右，去花莲车站送去了后，回程所发现家己弄路顶的意外，佫影响边的槟榔搭。客车先撞到那个杆子，对，然后就直接撞到我们的店。他们那名店员是插座商，有自行送医。那该名游览车的驾驶在半个小时后协助脱困，然后送往医院治疗。消防人员用破坏器材，才将腿骨头进去的驾驶送去。另外，是不是因为落雨路过，地数意外，警方还佫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风台线风的影响，加上最近雨水较少，今仔日花莲立雾溪、花莲溪出海口影也是真严重，包含着秀林乡、这新城、花莲市吉安乡，还有寿丰乡等所在呢，看出去拢茫茫，甚至有一寡所在会影响到开车安全。
赛车经过花莲北区秀林乡立木溪大桥，规片看起已经雾雾，溪保的沙石啊，因为受到风太外围环流的影响，透风是规个架起来。附近包括新城乡、富社村、可乐村等等的所在是规个封闭营业。不算公所一直派出野水车，不过空中的营业只要无落雨，就要是真严重。河床的沙都把它卷起来，你看带到整个新城新田社区。7点多就出来洒了。这边的情况有多严重？蛮严重的嘞，第五溪那个风吹上都会那个飘到呢水里来。风暴营业伫花莲溪出海口嘛是真热烈，为花莲大桥向海边啊看去，嘛是规片雾茫茫。根据花莲气象站的资料，秀林新城观测站测试早起8点至9点，上大的阵风是7级，花莲市9级。提醒花莲北区秀林乡、新城乡、花莲市吉安乡、甲寿丰乡的民众要注意。最近大概都没有下到雨，然后目前台风来的时候也没有下到雨，所以风速比较大的时候啊，然后风向也正刚好配合的时候啊，那些细沙就会卷起来。那基本上那个就是俗称的风吹沙啦。气象站提醒，有呼吸道疾病的民众都要避免出门，营业都要等大雨了后才会较消透。不过小犬风台带来的雨量，恐惊嘛是真惊人。估计山区恐惊有到800米里至1100米里的雨量。提醒地势较低甲山区的民众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洪台小犬两日瓦近台南市已经宣布初五停班停课，不过台南这个龙山宫两日早就决定对这洪台的扰乱，主回收的照单规予洪线倒。因若讲到这东山的青皮碰柑也特别采收了，农民是想尽办法要甲灾害降到上低。原本建造单大家真气派，不过顶悬的大仙翁仔竟然互风扇倒去，甚至主回收的单嘛互风吹甲东倒西歪，规个害了了。这个龙山宫让47档总算搁要做少，估计开上千班，煞拄着风台来扰乱。建设主委指出，前几天已经有请工人先来拆1/3，每户规个拆落来就规个倒去啊。标方讲因会赶紧修缮恢复，要甲建设圆满完成。我知讲风险多出怪，所以2-3天就一直吹。搞讲伊加强啊，没问题。透早起来7点，我是要打电话，我讲风台还没来，风加头，上头有一点移位了，我就知影是大事不妙。风台上头，你无拆开哦，足危险啦。同款的受到风台影响的，也有农产品，大粒青茎叶的青皮碰柑，伫咧树仔顶头，但要采收。台南东山区的碰柑当进入产季，各农因拢心惊惊，透早赶紧去横用竹架固定果树，就惊风上头，水果拢落来。要采收期啊，少摇的就落甲几土啊。然后这山坡地无大人用的防风网，交咱平地，你种一寡cây类的啦、菜类的。无共，个风台要来，咱嘛无法度啊。咱这看天食青的。青皮碰柑年初因为可花着落果啊，即摆风台搁要入来，农民估计今年产量会减1-2成。但即嘛估计暗时有一寡雨水，上大阵风嘛有可能达到8-9级，所以嘛已经宣布4号暗时6点开始停班停课。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洪台是愈来愈接近，中央气象局针对着高雄、屏东沿海地势较热的所在发布警报。伫基顶的居民呢，有一寡人已经准备好这炸水门啊。另外，个基顶的路营区，因为前2摆洪台算是上百班，即摆这业者是赶紧甲布棚厝收起来。原本古白要搭起来布棚厝，即马嘛拢收起来。小客风台要入来，高屏地区阵风可能会有8-9级。基顶海边这个路营区连续受到顶摆多数瑞甲海葵风台影响，损失900万。即摆业者测试紧急是将布棚厝拆落来，毋望会当减少损失。即届是因为还未完全复原，佫会复修，所以阮就前2天阮就开始先甲伊收起来。阮即届就是甲帐篷全部拢放落来。因为顶届是因为阮的外帐无放，所以导致就是骨架有一点就是拢歹去。阮即届就是甲外帐、内帐全部拢放落来。看到基顶天气遮乌阴，海水水位遮悬，气象署是针对高屏沿海地区发布海潮警报。初4到初6这3天有个涨大水水位，可能会超过天文大楼注意值。而基顶居民是表示讲，遮加减拢会淹水，不过因也是提前做好冻水的闸门。为了防守那个闸门嘛。我就先来用起来安尼。我你至于风台的话，我是个人捌拄着风台满潮。现在又是属于那个潮差比较大的期间哦，所以受到
台风的影响，水位会有一个稍微上升的一个状况，那可能稍微在沿海地区会造成一些淹水的情形。目前气象署已经发布风台陆续警报，全台今日警戒。根据预测，高雄市伫初时暗时到初六风雨上明显。高雄市政府嘛宣布初五停班停课，请民众做好风台措施。记者钟义辉、邱昭阳高雄报道。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比利时运河古城布鲁日，疫情进前呢，逐年拢会吸引800万人去行踏。这解封了后，热天游客来了上过济，引起在地居民的埋怨。即马是要保护，也是要重经济，已经有讨论的声音了。马车行伫咧石头路，敢若是经过时间的磅空，长期同为故事同款的古早时代。比利时运河古城布鲁日，互人叫做欧洲北边的威尼斯，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所在无大，人口要到12万，每年来遮游客有800万人次。全球大解封了第一个热天，路的店内拢是观光客，游河的贡多拉船逐班拢客满，四季拢全人，当地遮的民众真痛苦。It's really reaching a red line now, and it's like the landlord over here said, we don't need more tourists anymore. It's enough, maybe a little bit less. I've seen it, the people coming also more and more to here. Now they even come with boats, and there's a lot of trouble with that. 布鲁日正花比利时的第二大港，则布鲁日游轮若靠岸了，旅客拢会顺续来遮停几点钟，因为布鲁日大房的数量无够，游客来遮拢是算一工安尔。伫各大洲内观光客真多，也造成真多乱象。I didn't thought that this much people would be here. 同款是运河城市的威尼斯甲阿姆斯特丹也拄着同款的情形，游客伤多，造成景点的物价一直起，加对环境的冲击，搁再引起过度旅游的争议。各个订房网站哈拉杜以居民甲游客比例做指标进行调查。2022年，全世界旅游超载第一名的城市是克罗埃西亚的杜布罗夫尼克。美国戏剧《权力游戏》冰家会之光就是伫遮翕，居民甲游客比例是1比36。威尼斯甲布鲁日同款拢排第二，居民甲游客比例1比21。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即个一个巴塞隆纳、威尼斯等城市了，也通过禁止邮轮靠岸的提案，减少游客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建议，将威尼斯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单，避免气候变迁加过度旅游的破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9月德国慕尼黑车店有台湾的业者推出会当载200公斤货品的商用电动三轮车。这款车的车斗呢，比外送员迄种是搁较大，希望会当成做都市物流业上界主要的交通工具。车身有插字写警察，hand路路甲行李箱顶头有电火伫咧驶。这是电动机车业者为警察客制化电动三轮机车，来自台湾台中的这间新创企业。上阵欧洲各国即马伫咧扫电动车，借着年度慕尼黑车展的机会，展出这台强调会当伫咧大规小项能，也个当载200公斤的三轮奥多摆。目标是要慢慢淘汰汽柴油车的欧洲市场。新冠病毒疫情来进前就已经正流行的电子商务，一个疫情期间流行的外送餐点，伫后疫情时代市场也是正大。不过像这种伫普通的奥多摆后壁装保温的行李箱，无法度载坐。即马台湾的业者所设计这种电动三轮车，会当调整的密闭式的车斗，上大容量讲会当装1000公升，上大载重量200公斤，比现有的外送餐点保温箱加正大。而且伫咧洗碗的时阵，车头前面出一个角度，但是后边车斗依然保持正稳定正载。As we know that three-wheel vehicles, its rear wheels can easily flip if you turn at a higher speed or fully loaded. But with our tilting device, it helps stabilize this vehicle, and also it makes the maneuver and turning more smooth and easily. Cargo e-bikes is a really fast growing market because it just means you can put these huge loads on and you can cart around loads of stuff. And previously you'd have had to do that all just using your legs, but when you've got an electric motor just offering some assistance, it really transforms kind of the way you can design bikes and how much you can carry with them. 台湾业者设计这种电动三轮车，介绍1万1000欧元，外送代票要加38万。
当然，大商也面对在地业者的竞争。像这间德国厂商所设的电动三轮车，载重上大到350公斤，车道容量也超过台湾产品的3倍。不过，德国业者的产品，骑车人就要亲像传统的人力三轮车同款，用卡踏，而且无挡风玻璃，也无看挂，落雨天就较无方便。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宏泰特别来，千万唔通挂无竖牌，明仔载气象做伙来看。这家人到新竹是对26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30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2度到32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